坚持自己，不再依靠聪明，好让你的心意真实的占据我的心，拥抱彼此相爱的心，就从所他之地，皆有你同行，我们齐心合一，肩并肩向前行，奔向你应许之地。不再，不要，就这些就好。不再坚持自己，不再依靠聪明，好让你的心意真实的占据我的心，拥抱彼此相爱的心。接副歌，拥抱彼此相爱的心，就从所他之地，皆有你同行，我们齐心合一，肩并肩向前行，奔向你应许之地。之地，皆有你同行，我们齐心合一，肩并肩向前行，奔向你应许之地。哦，我心就像个快捷体，但关系你更在意。愿放下自己，带来合一。就从所他之地，皆有你同行，我们齐心合一，肩并肩向前行，奔向你应许之地。就从所他之地，皆有你同行，我们齐心合一，肩并肩向前行，奔向你应许之地。我信心的实底是你完全将我生命更新，盼望永不止息。如火在眺望我的心，无人能像你，无人能像你，带我回到起初的爱，遇见你的良善，遗憾因你成美满。你拥抱我，你拥有我全部的爱，带我回到起初的爱，遇见你的同在，这次我绝不放开你永恒不变的爱。
因为我们是奉你的名聚集，我们是以信心来到你的跟前。主特别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主日，以及我们今天所有的服事，不管是诗会、敬拜团、乐手、歌手、会友，主啊，你都带领我们再一次进到你的同在，还有你话语的启示和带领。特别把今天早上的主日再次交在你的手中，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跟前，向你敞开我们的心，敬拜和歌颂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平安。虽然今天人比较少，但是我们还是一起起立来大声的赞美神。时时称颂你，向你来歌唱，因你是拯救我们伟大的神。我们遵从你，称颂你生命，口唱心和地，大声地赞美你，不停赞美你，大声赞美你，唯有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，天上属于你，地也属于你，一切所造之物起来赞美你。我们现在向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：有你真好，今天见到你真好。时时称颂你，向你来歌唱，因你是拯救我们伟大的神。我们遵从你，称颂你生命，口唱心和地，大声地赞美你，不停赞美你，大声赞美你，唯有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，天上属于你，地也属于你，一切所造之物起来赞美你。我赞美赞美，不停赞美，跳舞跳舞，不停跳舞，高举双手，大声赞美你。赞美赞美，不停赞美，跳舞跳舞，不停跳舞，高举双手，大声赞美你。我赞美赞美，不停赞美，跳舞跳舞，不停跳舞，高举双手，大声赞美你。赞美赞美，不停赞美，跳舞跳舞，不停跳舞，高举双手，大声赞美你，不停赞美你，大声赞美你，唯有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。天上属于你，地也属于你，一切所造之物起来赞美你，不停赞美你，大声赞美你，唯有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。天上属于你，地也属于你，一切所造之物起来赞美你，一切所造之物起来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主，你爱我们，也在意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们要齐心合一的一起来唱这首歌。太阳照向大地，
新的一天正开启，不想争吵不停，更在意你我的关系，想认真听彼此的心，不再坚持自己，不再依靠聪明，好让你的心意真实的占据我的心，拥抱彼此相爱的心，就将所他之地，皆有你同行，我们齐心合一，肩并肩向前行，奔向你应许之地，不再坚持自己，不再依靠聪明，好让你的心意真实的占据我的心，拥抱彼此相爱的心，就将所他之地，皆有你同行，我们齐心合一，肩并肩向前行，奔向你应许之地，就将所他之地，皆有你同行，我们齐心合一，肩并肩向前行，奔向你应许之地，偶尔心悸像个快捷题，但关系你更在意，愿放下自己，带来合一。就将所他之地，皆有你同行，我们齐心合一，肩并肩向前行，奔向你应许之地，就将所他之地，皆有你同行，我们齐心合一，肩并肩向前行，奔向你应许之地。我信心的实底是你，完全将我生命更新，盼望永不止息，如火在眺望我的心，无人能像你，无人能像你，带我回到起初的爱，遇见你的良善，遗憾因你成美满，你拥抱我，你拥有我全部的起初的爱，遇见你的同在，这次我绝不放开你永恒不变的爱。我
星星的实地，是你完全将我生命更新，盼望永不止息。如火在眺望我的心，无人能像你，无人能像你，带我回到起初的爱，遇见你的良善，遗憾因你成美满。你拥抱我，你拥有我全部的爱，带我回到起初的爱，遇见你的同在。这次我绝不放开，你永恒不变的爱，你的恩典包围我们，从时代到时代，让我认出你的，认出你的慈爱。带我回到起初的爱，遇见你的良善，遗憾因你成美满。你拥抱我，你拥有我全部的爱，带我回到起初的爱，遇见你的同在。这次我绝不放开，你永恒不变的爱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让我们齐心合一，聚集在这里，听你的话语，为你服侍，也让我们在服侍中成为彼此建造的人。求主持续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彼此相爱，能更好分享你的美好和你的福音。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聚会，求主来到我们当中，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让我们持续站立，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。请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请坐。喂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报告，大家都有周报吗？好，我们教会消息第一点，本主日感谢荣兴教会夏冰牧师带来的信息。那愿主赐福保守牧师，还有他的家人，还有荣兴教会，在上帝的呼召中勇敢向前，靠着基督得胜有余。那第二点，我们本主日主日学举办生活营，总共有53位的亲师生参加。那地点在爱乐酒店野柳度假馆，我们2位牧师也有随队参加。再来下主日7月27要举办升级礼，感谢主保守我们的孩子在恩典中成长，在爱与际遇中智慧与声量都日益添增。然后下面我们团契消息，下主日的上午9点45分的情色团契聚会，课程是倾听就是爱，讲员是秀瑶老师。然后我们下面的奉献明细我们自行参阅。接下来我们进行奉献。
好，我们一起低头来做奉献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带领我们回到你的面前。在这一周的生活中，我们或许经历了疲惫、挫折，甚至感到灰心，但你没有离开，反而透过教会，透过弟兄姐妹彼此的关心与扶持，让我们的心可以重新得力，也再次感受到你温暖的同在。主啊，或许我们经历了挫折、灰心无力，心中常有说不出的疲惫，也有无法承担的重担。然而，你所设立的教会肢体是我们生命中的避风港，是你亲自为我们预备的祝福。今天我们也要将金钱献上，同时我们也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圣经，记载在诗篇的133篇的1到3节，我来念。看啊，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！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；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接下来我们讲到题目是不留遗憾，我们把时间交给夏冰牧师。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！感谢主，在这个周日的早晨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，也可以来聆听上帝的话语。我是台北荣兴长老教会的许夏冰牧师。那我最常去的教会就是荣兴教会。那第二个最常跑的教会就是建成教会，因为我周间3不5时无聊的时候，我就会赖一节哥跟他说你在吗？结果他都好忙哦。他好像常常都要东跑西跑，我只不过想要喝个咖啡，蹭杯咖啡聊聊天，都会常常来这里找他这样子。那我跟一杰哥有蛮好的感情，像兄弟一般的感情。那不知道对你来说，人际关系重不重要？人际关系对你来说重不重要？你觉得你身边有没有很要好的兄弟？有没有很要好的姐妹是你的伙伴？那我自己在荣兴教会长大，我有一群好兄弟，我们可能20-30个人，最后一直走到现在没剩多少人。昨天我们还4个人，主日结束一起去全家便利商店吃冰淇淋，然后就在那边聊东聊西，聊得非常的开心。我觉得人际关系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，特别是有一群，我是男生，所以有一群很默契的兄弟伙伴，能够一起奔走人生的道路，我觉得很开心。什么东西都可以在这一群伙伴的当中能够得到一些帮助。今天这个诗篇133篇，其实是我们蛮熟悉的经文，是不是？我们可能从小到大在教会这个经文常常读到，这个133篇是很耳熟能详的，也常常被提到。而我要跟大家讲，这个经文其实是特别给立约群体的一个训诲。立约群体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会跟谁立约啊？其实就是跟神立约，不是吗？我们会在一起，不就是因为我们来认识这位神，爱这位上帝？所以其实这个经文呢，特别是要给一群跟随上帝的人的一个劝勉跟训诲。他特别是要劝勉这一群朝圣者，也就是跟随上帝的人，能够要互相的珍惜，互相的帮助，互相的相爱。我们要有一份情谊哦，好像亲如兄弟一般的关系。他说这个朝圣的旅程，如果就我们今天的角度，我觉得就是一群跟随上帝的人，跟随上帝的这个旅程。他说是一条结伴同行的旅程，它会是一个充满意义，也充满价值，是快乐又享受的一个旅程。他说，他这个经文在形容这一个跟随上帝的旅程，一家大小都要蒙福蒙恩，直到永远。
就好像我们在教会的生活，好像我们跟随上帝的道路里面，我们一家大小，我们都要蒙恩蒙福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也渴望如此吗？你也渴望好像在这个跟随上帝的旅程里面，认识上帝的旅程里面，有一些人跟你同行，是你们彼此相知相惜，你们彼此相互帮助，互相体谅，尊重彼此，扶持彼此，一直相爱下去。你渴望吗？其实我觉得，我常常看建成教会的 FB 哦，我觉得你们有我看你们的社青的小组，常常有披萨，有炸鸡，然后一起在那边分享，一起彼此带导，一起扶持。你们也是每一年3不5时就会出去玩，就像今天一杰哥这个夫妻他们一群人到野柳去。我从小到大，我从小在教会长大，我知道这个过程，这个旅程其实是很享受的，也很快乐的，真的很浪漫。但是我也想问问，你现在的现实教会生活，真的是这样子吗？你现在现实的教会生活，你跟同伴们真的是相爱体谅吗？还是有一些人会让你互看不顺眼？你看不惯他的行为，你看不惯他的言语，你看不惯他的举止，你有的时候会气到连教会都不想来，会这样子吗？会这样吗？不要不好意思回答，会啦，有啦。我要说这个很正常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牙齿跟舌头靠那么近，有的时候都会不小心咬到舌头，不是吗？我们左脚跟右脚靠那么近，有时候走路自己也会绊到自己，不是吗？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教会很诚实，我们就说对，我就是不舒服啊，我就是不开心啊。有一些人真的很讨人厌，很难相处。我真的只想要去爱那些可爱的人，好沟通的人，我看得顺眼的人。但是其实今天的经文哦，我要说他是对那些可爱的人说要和睦同住，但同时也是对那些不可爱的人来说要和睦同住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和睦同住真的容易吗？和睦同住真的容易吗？我不晓得你能不能够理解这个和睦同住，你觉得容不容易？你觉得容不容易？其实真的不那么容易。我自己有一个哥哥，还有一个姐姐。那我们家3个小孩，我从小就跟哥哥住同一个房间。有多少人你是跟弟兄姐妹是住同一个房间的？挥挥手好不好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你们真的很好命呢，怎么都有自己的房间？我没有我从小就跟我哥住同一个房间。然后我其实没有很爱整洁，可是我对整洁有一定自己的规范。可是我哥哥很脏，我哥超臭，我哥他可以，我是一个每天都要洗澡的人，可是我哥哥可以2天洗1次的那种人。你知道我哥，我看过他的枕头。他的枕头长过香菇，长过香菇，你知道那是什么？就是霉菌嘛，长到香菇小小朵的。可是我就看到，为什么有一个人的枕头可以长出香菇？我哥哥可以，我哥哥就是这样。然后我小时候是看漫画长大，有多少人你有看？以前小时候买过漫画，有吗？我以前都会买那个漫画，我那个年代《灌篮高手》，我没有钱买书套，可是我会很小心的保护它。我买了之后，我记得那个时候一本好像65块，我哥哥会跟我借，可是我哥看完之后会跟漫画书一起睡觉，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就会漫画书就放在旁边，然后压来压去，漫画书就都被凹到被折到，所以我很不喜欢我哥这种生活习惯。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是睡上下铺，然后我睡上铺，他睡下铺。我哥18岁的时候就学会抽烟，然后他会在外面偷抽。然后半夜有时候在房间里面，他也会给我偷抽烟。结果你知道烟会往哪里跑？往上跑啊！我睡上铺啊，我常常睡到一半的时候是被烟呛醒，然后我就会很生气，我就会很生气的一直踢床，然后就会骂脏话。我就会说你太夸张了，你不要抽，很臭。然后我甚至会气到你想要吐他口水。弟兄姐妹，和睦同住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啊！
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习惯，有的时候一个不小心，可能就会冒犯别人。教会生活也是如此但是圣经里面约翰一书4章20、21节就跟我们说，他说：“人若说我爱上帝，我相信我们都爱上帝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说，人若说我爱上帝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的。”他说：“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”他说：“爱神的人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”弟兄姐妹，我知道爱弟兄很难，爱别人真的很难，但是这却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，要我们的学习。因此，我想要从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一个不留遗憾的生活方式跟态度，就是我们怎么样爱下去这边的经文呢，在第2节的经文就跟我们说，他第1节说：“看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”进到第2节，他就说：“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衣襟。”经文说：“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衣襟。”弟兄姐妹，这个经文，你看他在形容什么？形容一个油浇在谁的头上？亚伦。然后那个油流到哪里？胡须，又流到衣襟。那亚伦是谁？亚伦其实就是大祭司，旧约的大祭司亚伦。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油流在亚伦的头上，其实可以感觉到这是一个加冕的一个仪式，是一个亚伦受膏成为什么？祭司。亚伦就是祭司。这个图像在形容，他说：“弟兄和睦同住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”弟兄和睦同住，就很像油膏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衣襟。这个是在讲什么？和睦同住，跟膏流下来，跟亚伦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这一个图像，其实是取自于利未记第8章，就是亚伦被膏抹成为祭司的一个图像，也是亚伦被膏抹成为祭司的一个条例弟兄姐妹，祭司是什么？其实这个经文就在跟我们讲祭司的这个身份。祭司是什么？祭司其实是人所立的，还是神所立的？应该是上帝所立的。祭司是上帝所设立的，而祭司的工作最主要是做什么？就是献祭呀。但是祭司为什么要献祭？祭司干嘛要献祭？其实献祭是很有意义的。祭司就是站在上帝和站在人的中间。谁要献祭？人呐。人要献祭，献给谁？献给神呐。但是透过谁？透过祭司。人要献祭给上帝，透过祭司。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今天这个经文在讲的就是祭司这个身份？你知道吗？祭司就是上帝和人中间的桥梁。祭司他是代表人拿祭物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献礼物给上帝，寻求上帝的赦免，也好像代表我悔改我自己。弟兄姐妹，人带祭物来到上帝面前是带什么祭物？是旧约圣经讲的都是鸽子，是牛，是羊啊。这个鸽子、牛、羊要干嘛？要宰杀宰杀之后会怎样？流血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这个动作表示什么？人应该是他犯错了，他应该要自己治死自己的罪。照理说，人来到神面前，该死的是谁？是人呐，因为人犯错啊，人犯罪啊。但是旧约的仪式是什么？用鸽子、用牛、用羊来代替人，所以人拿祭物，透过祭司献给神，说：“神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”祭司就代表这个工作，而祭司在人的面前代表什么？就是代表神呐，代表神悦纳了人的礼物，然后赐下
赦免在人的中间。弟兄姐妹，所以祭司的工作是什么？祭司的工作可以说，他的目的就是使人与上帝和好，这就是祭司的工作。祭司的工作就是使人与神和好。而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这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衣襟。他在讲什么？他说和好就是一个职分，和好就好像是亚伦的这个职分，能够当我们和好的时候，就能够使人跟与神能够带来一个和睦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祭司是上帝所设立的，是神所呼召的。祭司是一个神圣的呼召，同时如果做这个比喻来连结，活出和睦也是上帝神圣的呼召，不是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旧约的形式，好像我要来当祭司了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不是吗？当我们每一个人活出和睦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活出这一个职分来。我要说，祭司是一个呼召，是神的呼召；和睦也是一个呼召，也是神的呼召。和睦是一个职分，是上帝所设立的职分。当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活出和睦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进入到这个荣耀的呼召里面了。我们读新约圣经很熟悉一个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9节，他说：“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弟兄姐妹，我想问你，你确信你是上帝的儿女吗？你确信你是属上帝的儿女吗？我相信在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你会来到教会做礼拜，你会来敬拜上帝，都是因为你知道你是蒙召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其实我们在场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上帝的儿女。经文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儿女。所以我要从这个经文的解读上下文，我们这样子来套。我要说，应该说每一个属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应该都是里面有使人和睦的恩典，不是吗？圣经就是说，我们有那个和睦的恩典，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既然我们现在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里面一定有使人和睦的祝福跟恩典在里面，不是吗？应该是如此的。但是重点来了，为什么我是上帝的儿女，在我的生活的里面，在我的教会里面，在我的职场，在我的家庭，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和睦？这是我们的困惑，这是我们的困扰。我们明明就是上帝的儿女了，可是我们怎么还有不和睦？我们明明就是上帝的儿女了，我们里面应该有和睦，为什么我们还不和睦？我觉得关键在于，和睦其实没有不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和睦早就在我们的里面，只是我们有没有拿出来用？只是我们有没有拿出来用？其实相爱早就在我们里面了，但是很多爱不下去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拿出来爱啊，我们不愿意爱。我们被很多的外在的或内在的给限制，以至于没有办法爱啊。弟兄姐妹，和睦是什么？其实和睦是一个职分哎，和睦的能力早就在你我的里面了。我们应当要倚靠上帝，学习把它拿出来用。我们看到这个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衣襟。其实你我都是祭司。当我们活出和睦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家庭里面、在职场、在教会里面活出和睦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是祭司，我们就是上帝所呼召活出这个职分的那一位祭司。圣经说：“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会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可不必一直要说：“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。”讲半天没有人想来，其实我们好好活出那个和睦，活出那个爱，不就是在见证基督了吗？不就在见证耶稣了吗？反而很多人一直跟你说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可是自己却在那个嫉妒、纷争、仇恨的里面打滚。没有人想要跟你去信耶稣的啦，不是这个样子吗？弟兄姐妹，我想鼓励你，和睦是上帝对我们所呼召的一个职分，不管你想不想。我们都要学习，我们都要努力。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经文的下一段哦，在第3节，
他也讲到 ，OK， 我这边我必须跳过，这边是刚刚有提到祭司的条例。第3节他又说，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他说这又好比什么？他说这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哪里？锡安山。他说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天哪，这个到底在讲什么？这个跟和睦有什么关系？这个跟和睦同住有什么关系？和睦同住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又跟这个黑门甘露跟锡安山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其实我稍微去研究了一下哦，其实这里诗篇133篇的作者是大卫。如果你去翻开圣经，他的133篇在经文前面他会写一个上行之诗。大家知道上行之诗是什么意思吗？上行之诗其实是在旧约的里面，他们登山朝见神、朝圣的时候的这个旅程叫做上行。所以知识就是他是在这个朝圣的旅程里面所写下来的诗。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经文呢所写的背景就是一个朝圣的时期。朝圣要去哪里朝圣？要去耶路撒冷，要去锡安山朝圣。所以他说这里面有一个地名叫做锡安山，所以就是他们朝圣的时候的锡安山哦。所以你知道在耶路撒冷朝圣的一个节期，那个季节通常耶路撒冷跟锡安山是没有水的，是干旱的时刻。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朝圣的时期是一个干旱又炎热的时期，干燥的时期，人会怎么样？人会大粒汗细粒汗啦，就很像大家刚刚我们现在夏天来聚会，你可能有人是坐捷运，有人骑摩托车，有人走路。今天天气还好，有台风的外围环流。如果是上个礼拜，好像也是下雨哈。就你知道那个是很热的，那个是很燥热的。你来到教会是满身汗的，还好我们这边有冷气。如果这边没有冷气，你会非常的痛苦。在当时候朝圣的时期，他们朝圣就是很痛苦，满身汗，干燥不舒服。可是他这边在讲哦，他讲到说黑门的甘露，黑门其实是一座山，黑门山长这个样子，这个是黑门山的照片。你有没有看到黑门山上面有什么？白的还是黑的？不是黑的，是白的。白的是什么？是雪，是雪。黑门山哦，是海拔2814米这么高，它常年积雪。然后这个跟锡安山又有什么关系？所以你可以感觉到黑门山湿气重不重？很重哦。他讲哦，黑门山是这样，我们如果从地图来看，黑门山在哪？黑门山在上方北方的地方。那锡安山在哪里？耶路撒冷的锡安山在下面这个地方，好，有一段距离。可是你有没有看到左手边有一个海叫什么？地中海哦。他说，我去查了一下当时候的地理环境，朝圣的节期，耶路撒冷是干燥的，但是海风从地中海吹过来的时候，吹到黑门山，然后黑门山那边又有北风往下吹，在朝圣的节期，正好这个季节是这样子，风会这样子吹，再加上北风吹下来，会把黑门山的湿气带到锡安山、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来。所以这边在讲什么？他在讲哦，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好比黑门的甘露，借着这个季节，虽然锡安山很干燥，但是北风一吹，就会把黑门的湿气带下来，让朝圣的人一丝丝感到滋润，一丝丝感到皮肤不再干燥，一丝丝觉得哇，没有那么的不舒服。弟兄姐妹，他在讲什么？他说他用和睦同住这件事情来形容朝圣的人，原本很不舒服、很干燥、很枯干，却因着和睦这个风，北风带下黑门的甘露，让朝圣的人可以得到滋润，
可以得到生命，不再那么的枯干。这很像什么？雪中送炭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要说，和睦会让原本枯干的生命、没有滋润的人生得着福气，得着生命。和睦能够让原本应该要死亡的生命、没有可能的生命、没有气息的生命、没有盼望的生命，却因着有人看重和睦、在意和睦，愿意放下自己、改变自己，愿意放下那个自以为的真理，愿意放下那个受伤的情绪，愿意放下那个一定要公平正义，只为了上帝的旨意，只为了上帝的话语，只为了上帝的救赎，只为了回应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牺牲的爱，而去选择和睦，去看重和睦。当他选择去和睦的时候，就能够带下黑门的甘露，北风吹下来，然后使得在喜安朝圣的人得着水分，得着湿气，得着滋润，重新有那一个生命的气息。弟兄姐妹，这边在形容和睦能够使人在死亡的里面再一次苏醒过来，能够使人已经死亡的生命再一次活了起来。因为和睦会带下生命，和睦会带下永远的生命，和睦会带下福气，和睦会带下永远的福分。以弗所书就这样子跟我们说啊，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弟兄姐妹，和睦会带下生命啊，和睦是一个职分啊。但是这里也很清楚跟我们说，其实人要能够和睦容易吗？很难啊。但是是上帝使我们能够和睦，不是吗？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靠着人的力量来挽回一个关系，因为我们不愿意。就算我们愿意，别人也不一定买单。但是是上帝的帮助使我们愿意和睦，是上帝的帮助来柔软我们彼此的心，能够拆毁中间隔断的墙。弟兄姐妹，最后我们看到第一节的经文，我们回到第一节的经文，他说：“看哪，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”这个看哪是什么意思哦？其实看哪就是一个要引起人家注意的一个话，它也是一个惊讶，是一个惊叹的情绪。这个话很像什么？就很像注意。有当过兵的弟兄都知道，常常班长会突然喊一句“注意”，然后大家要一起干嘛？注意。这大家要一起会注意。我们带过儿童主日学也是啊，注意注意，他们会说什么？我会注意。那么你要让孩子注意你，所以看哪，就是一个注意的话。他说：“看哪，注意，要注意喽！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重要，是何等的宝贵。”我刚刚特别有提到，这个诗篇是谁所写的？是大卫所写的，是他朝圣的时候所写的。而且，如果你去翻那个诗，他说是大卫所写的上行之诗。然后他说：“论和睦。”大卫论和睦，大卫想要来探讨和睦这件事情。我就在想哦，大卫为什么要来歌颂和睦的力量？大卫为什么要写下这个和睦的诗篇？到底大卫他的人生是和睦还是不和睦？我后来去研究了一下圣经，大卫他有7个弟兄，加上他就是他们家有8个人，他有弟兄有8个人，他是最小的。大卫的爸爸的名字叫做耶西。我思考，大卫跟爸爸的关系好不好？大卫跟哥哥的关系好不好？我研究圣经，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。怎么说？大家记不记得撒摩尔到耶西的家说：“我要来找君王，你的儿子有谁？”大家记得吗？耶西叫了以利亚出来，第1个、第2个、第3个、第4个、第5个、第6个、第7个都出来。撒母耳说：“是他们吗？”
撒母耳说不是嘛。然后撒母耳还问说：“你还有小孩吗？”耶西怎么说？耶西是想了一下才说：“啊，我还有一个儿子，在哪里？在牧羊，在牧羊。”哎，大卫是被记得的还是被忘记的？是被忘记的呢。弟兄姐妹，你有被爸妈忘记的经验吗？有啊，很难受啊，很难受啊。而大卫跟他的兄弟的关系好不好？大家记不记得，当时候以色列人遇到了一个灾难，就是非利士人歌利亚在那里叫嚣，说来征战，来征战，都没有人。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军队里面有一个人是大卫的大哥，叫以利亚。圣经里面记载，有一日耶西叫大卫来说：“来，你把羊放着，拿这些食物去前线给你的哥哥，去绕军。”我们看到大卫就带着食物到了前线去，要给哥哥们。可是以利亚看到大卫来，以利亚怎么回应？以利亚说：“你来干什么？你的羊呢？你把羊丢在那边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来，我看得出你的恶心。你就是来看热闹的，你就是来玩的，你就是来偷懒的。”弟兄姐妹，从这个过程，我们知道以利亚，我们知道大卫可能跟哥哥们的感情好不好？应该没这么好。子爱姐姐如果这样讲你，你会怎样？呸！对不对？我们一定，我也是老幺哦，我们常被管，我们知道这种感觉是不好的。我们再来想，大卫跟他的主管关系好不好？大卫的主管是谁？就是扫罗王啊。我们知道扫罗嫉妒大卫啊，因为妇女说什么？妇女说扫罗杀死千，大卫杀死万，所以扫罗就嫉妒啊。扫罗一直想要杀死大卫。我们知道大卫一直怎样？一直跑路，他一直逃跑，一直逃跑。可是他还是继续在扫罗底下工作啊，不是吗？大卫跟他的主管感情不好，因为他的主管想要杀死他。我们再来想，大卫跟他的朋友关系好不好？我们明白大卫有一个最好的朋友，就是扫罗的儿子约拿单，他们感情非常的好，但是他们被迫撕裂跟拆散啊。因为扫罗要杀大卫，约拿单不断的通风报信，约拿单还被他的爸爸扫罗责备，所以他们这个友谊只好被迫分离。那个是很撕裂的疼痛啊。而我们也来想，大卫跟他的孩子关系好不好？有没有和睦？其实如果从经文里面，我觉得应该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的大儿子暗嫩强奸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，而这个同父异母的他玛还有一个哥哥叫押沙龙。押沙龙生气，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暗嫩强奸了他的妹妹，所以押沙龙怎么样？用计谋杀死了暗嫩。大卫的家庭这么的混乱，孩子这么的混乱，大卫理当应该要出来主持公道，不是吗？可是大卫有吗？没有耶。大卫面对这一件事情，圣经记载他只有哭泣，不断的哭泣，再哭泣。然后后来押沙龙因为害怕他得罪了，他犯罪，所以他就逃到基述地。后来大卫的人臣引用了一些方法让押沙龙回来，大卫也同意让押沙龙回来。可是押沙龙回国之后，大卫有没有接见他？没有。圣经里面说2年大卫都不接见他，以至于押沙龙很痛苦。他想说：爸爸，你叫我回来，你又不见我，你到底是要怎样？最后以至于押沙龙怎么样起来叛变，要把爸爸的国夺下来。可是大卫很有趣，大卫也没有反过来攻击押沙龙哦。大卫就是离开了王位，开始逃跑。押沙龙不断的追赶爸爸，可是爸爸就是不断的闪躲，不断的闪躲。弟兄姐妹，弄到国破家亡。但是我要说，从这些经历的里面，我要讲，我们可以理解，我们会发现，其实大卫的心中，他是何等的渴望和睦。
是何等的渴望可以跟自己的哥哥们、家人们和睦，因为他一辈子都没有太多和睦的关系啊。他应该很渴望跟自己的老板跟领袖和睦，他也应该很渴望可以跟他的好朋友继续做好朋友，可以和睦。他一定也很渴望能够看见他自己的孩子之间能够和睦，渴望自己跟孩子和睦。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。大卫在好几次的抉择里面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好像很难做决定。所以你知道他为什么写下这个诗篇？我觉得他很渴望和睦。他甚至可能会想说，如果能够再有一次机会，我应该会选择和睦。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，大卫也在他人生里面有几次和睦的经验。比如说，我们知道扫罗王在追杀他的过程里面，大卫其实是有2次可以直接把剑拿起来戳下去的。可是他怎么样？他没有这样子做。他说：“我岂能伤害上帝的受膏者？”所以他没有做，他选择和睦。而他在被他的儿子押上追他的时期，其实他也嘱咐他的手下，跟他说：“你们绝对不可以对押沙的人下手。”这也是他选择和睦。弟兄姐妹，我同不同住，容不容易？其实一点都不容易。但是和睦，其实我们认真的思考，和睦根本就不是容不容易的问题，和睦也不是公不公平的问题，和睦也不是问题有没有被解决的问题，有没有平反的问题。其实和睦更重要的是，它是一个选择的问题，不是？和睦其实是你愿不愿意，和睦是我愿不愿意。圣经跟我们说，如果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。如果能够，我们总是要再努力一点，再努力一点去与人和睦。其实弟兄姐妹，和睦真的是选择的问题。和睦并不是有没有公平。我刚刚有跟大家说到，其实我从小在荣兴教会长大，我有一群很要好的兄弟伙伴。可是其实后来大家很多人都四散了，也有很多人留下来。可是我们一起长大到现在，我们也觉得我们的关系好像有点变质。大家可能开始在工作上忙碌，家庭里面忙碌，儿女里面忙碌，开始可以互动的机会越来越少。过去可能一个不小心，某个眼神、某一句话被传开了，我们之间关系就变得有点卡卡的。我们也发现，好像人长大了之后，有一些东西就变迟了，有一些东西也变复杂了，变困难了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仔细想一想，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，也没有那么困难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，都还是有着上帝的良善跟旨意。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做来回应上帝。弟兄姐妹，和睦不是委屈，也不是牺牲，也不是勉强，而是知道上帝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是知道上帝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。弟兄姐妹，在你的人生的里面，目前是不是也有一段的关系让你觉得卡卡的？而这个卡卡的关系，其实很影响你。你可能努力说我没事，你可能很努力跟自己说没有关系，没有这段关系我也可以好好。你可能很努力说把这个忘记，没有关系。但是你心里面很清楚知道，你很被影响，你很在意，你很有事，而且这个关系常常让你觉得很无力、很难过。今天我想要透过这个经文跟你分享，其实和睦是一个职分，和睦能够使我们进到神圣的呼召里面，和睦也会带给我们生命，使我们枯干的生命再
但是我们带到上帝面前来，我们让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，成为我们的安慰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和睦。我们等一下来祷告，我们跟主说：主，我不能，我很痛，我也很生气，但是我愿意，我选择交给你，你来帮助我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把眼睛闭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想要请你把你现在可能所面对的这一个关系，可能是在上帝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可能是在家里面，也可能是职场里面，可能是你的爸妈，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，可能是你的儿女，可能是你很要好的朋友，又或者可能是你的另一半。我们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，我们选择让耶稣来帮助我们。我要为你来祷告。天父，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这个和睦的关系里面需要有你的帮助。我们知道和睦好重要，我们也知道和睦是一个职分，和睦会带来生命，和睦可以让我现在很枯干，再一次活过来。但我们也知道不那么容易，但我们选择相信你的工作要进到我们生命里。今天早上你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乐意选择和睦。即使我不能够，即使我不行，即使我无法，但是我选择你帮助我，让我们经历这个和睦，能够带给我们生命极美好的祝福。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来唱回应诗。我信心的实底是你完全将我生命更新，盼望永不止息。如火在眺望我的心，无人能像你，无人能像你。我信心的实底是你完全将我生命更新，盼望永不止息。如火在眺望我的心，无人能像你，无人能像你。带我回到起初的爱，遇见你的良善，遗憾因你真美满。你拥抱我，你拥有我全部的爱。带我回到起初的爱，遇见你的同在，这次我绝不放开。你永恒不变的爱。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门。阿门。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会后诗。主，求你使用我，主差遣我，使被掳的释放，瞎眼的看见，
到这边结束。